中國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第26週最後一場嘅聯賽賽事啦。標準流浪喺青衣運動場迎戰東方，呢場波亦都係月底足總杯決賽嘅預演嚟啊！開波，伊巴謙好快把握到冷亞犯錯，三禁區一個橫傳，俾到雷斯奴勁劈，竟然省中條橫眉啊！之後再補射啦，就冷亞以身上去擋翻出嚟啊！其實本身就係成個攻勢咧嚟自冷亞犯錯，俾伊巴謙偷得到啦。伊巴謙一個球員引咗亞歷斯都同冷亞埋嚟㗎啦，雷斯奴面對金帶龍門竟然抽落條眉度啊！若然能夠先開紀錄咧，對流浪今場波嘅結局可能會好唔同。跟住巴科爾話：你射中未啊？咁冇嚟料㗎咯喎！呢下一路孭住安莎轉身，有倒地嘅情況嘅，球證第一下冇吹罰，之後 VAR 通知翻佢，就有啲情況要佢睇翻喎。頭先就係巴科爾向下一踢啦。一路孭住安莎做個轉身，安莎就手腳並用嘅。最後球證睇完 VAR 之後就表示係12碼，12碼由巴科爾處理。喺邊度跌低，邊度起翻身啊！曾經喺呢個青衣場兩度射失12碼，今次翻到嚟呢度射翻同一個方向，都係射翻自己左手邊，為東方喺上半場19分鐘先開紀錄。跟住流浪嘅反撲啦，伊巴謙俾到埋嚟雷斯奴。一個中距離遠射都係高出啊！雷斯奴上半場咧就唔算話腳風太順嘅啫，但係東方後防亦都有犯錯喎，巴到冇解圍省中咗亞歷斯祖，姚浩明嘅傳中揾到伊巴謙撞射，葉鴻輝擋出，雷斯奴嘅補射省中咗梁冠聰喎，之後再射咧就過唔到葉鴻輝啦。姚浩明嘅傳中非常之高質素㗎啦，伊巴謙撞射都係咁㗎啦，但係面對住咁大嘅龍門咧，雷斯奴選擇省落梁冠聰塊面度啊！上半場幾次嘅埋門，雷斯奴都把握唔到。咁呢邊巴科爾又再一次嚟料㗎咯喎。亞歷斯祖嘅解圍，林廖太選擇俾個波落地，然後一下碰撞之後，馬希偉就成功揾到機會啦。輕輕一粒喺上半場29分鐘為東方領先到2-0啊！東方上半場其實得3次射門嘅啫，咁但係就已經揾到2個入波啦。呢一球啦，天明嘅處理非常之乖巧啊，笠過咗1.98米嘅奧力斯。對比之下啦，雷斯奴其實上半場都3次射門㗎啦，咁但係都一粒都入唔到啊！嚟到下半場啦，天明馬希偉今場波表現好生，長驅直進，一個過幾個之後，俾到巴道姆輕輕一篤，尾柱入網。呢下就係要讚天明馬希偉過人啊！過咗安莎，再一篤到俾巴道姆，喺50分鐘為東方領先到3-0。緊接住都係嚟自天棉馬希偉嘅傳送啊！巴科爾過埋奧力斯，輕輕將個波送入空門。呢個入波咧，亦都令巴科爾可以以20球成為聯賽嘅神射手啊！以1球反壓琴日入咗2球嘅艾華頓。咁亦都係佢破咗喺東方入波嘅紀錄啦！上季入30球，呢個入波係佢今季為東方入到各項賽事嘅第31球。可以跳翻拍舞慶祝下先啦，亦都正式將場波咧送入雪櫃咯喎。劉志樂今日佢嘅表現非常之正啊，勉強揾到呢個嘅攻門啦，佢選擇俾比迪高，之後梁偉峰嘅射門，葉鴻輝亦都擋得出啊。呢個嘅攻門咧係講緊係下半場嘅86分鐘㗎啦，先至係流浪第一次嘅中籠埋門嚟嘅啫。你知梁偉峰掃把腳嘅撞射，不過一樣過唔到葉鴻輝啦。嚟到尾段咧，流浪突然之間就獲得5個嘅角球機會啊！林廖太嘅角球再一次過唔到葉鴻輝，令到葉鴻輝咧可以喺今場波獲得佢今季個人第6次嘅清白之身。最終全場波，東方以4-0擊敗標準流浪，喺足總杯決賽前咧先攞翻個頭威啊！